极限爬岩的专家艾利克斯空手好鞋爬起伫台北101，历史性的一刻，互全世界拢看到台湾。台北市长周万安讲，这是一场结合着勇气、专业甲专注的壮举，互人看甲目睭拢唔甘呢。也毋过一打出这个图文，有网友惊体讲是咧挂伫我尾。但是台北101的董事长贾永杰是亲身留言，讲感谢市长帮忙。那贾永杰即摆声势当好，有袂少网友来发声，讲请伊出来选台北市长。台北市长周万安一直看手机画面，看 Alex 爬起台北101，这个时阵震撼人心。伫社群写出文章来分享，也毋过网友写讲爬成功，才伫蹦流量，这明明是贾永杰的功劳。进前无听讲你有出声做广告，出现真侪质疑的声音。101的董事长贾永杰嘛发声，报告市长感谢你的支持。这样一暝，我阁一直甲你还。代表我们台湾人就是有这种 guts， 我们就是敢做这件事情，耶！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感动。贾永杰感动到目眶红红，讲有够感动，感谢名单内底就包括台北市政府。这摆活动包括交通部、民航局、台北市政府有真侪局处单位，总共几百人次，差不多有30个公司部门做伙完成的。这摆行销台北真成功，嘛，互贾永杰声势真悬。袂少网友写讲，你来选台北市长，这票一定转互你。贾永杰回应讲，卖小孩。贾永杰当然也是个人才，尤其这一次这种创下世界纪录，他并不会拿这件事情来彰显他个人，而是彰显了我们台湾。他也是一位很好的台北市长的参选人之一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意愿怎样。贾永杰敢会参选，目前看起来充满变数，未当确定。也毋过会当确定的是，身为101的董事长，大胆的决策、顶真的执行，已经成功互世界看见台湾。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